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丹巴。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藏人新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先生，请他帮助我们大家深入了解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作为藏人新政中央智库的作用。达瓦才仁先生您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西藏之声。首先请你介绍一下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创立的背景和创立这个中心的目的。西藏研究中心现在叫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以前叫西藏研究中心，它有一个改换器。最初我们成立的时候，当然它主要是为了了解西藏境内的信息。那个时候还是80年代之前，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信息，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之间的人员的来回的这样一个流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主要还是以收听广播电台。或者比如说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青海广播电台等等的，用那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些情况，然后供我们的领导们供他们做参考、做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这样。那后来彼此之间的来往的渠道多了，然后也有了国际电话或者这些一些信息交流的这样一个途径以后，我们那个就变成西藏研究中心。西藏研究中心，因为在那之前叫西藏研系就是收听电台的，以及收听和研究，在后面就变成研究。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出版书啊，或者是把西藏介绍给藏人的社会，以及把藏人社会介绍给华人。因为中国占领西藏以后，对西藏的原来的传统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地理啊，或者那些做了很多的改动。所以中国说的地理区域或流亡藏人或者一般藏人所认知的不一定一样，那我们就会做这两个之间相互之间的介绍，以及做一个更多的这样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出版书，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反驳，但是基本上就停留在这样一个状态。那到了2014年的时候，政府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希望在国际社会有更多的发出西藏人自己的声音，我们自己研究的结果，我们自己提供的信息，所以就把西藏研究中心变成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就改了一个字了，增加但是它的一个改变的理由就是西藏人要自己去研究或做出一些自己的一些说明、评断。甚至是一些提供一些信息的时候，是用西藏人的角度提供，因为即使很多支持或同情西藏人，当他们在提供一些西藏的信息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去做出诠释，不一定完全符合西藏人本来的这个状况。所以说希望能够用西藏人的方式做出，所以我们成立了西藏政策研究院，然后有很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藏人研究中心。所以说就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工作开始慢慢的变得比较的复杂，或者是面向比较广。那基本上就是3个面向了。一个面向是面对西方或者是面对世界，但它基本上由我们的这面具体工作来说，它就是英文的领域。那英文的领域，它就是用英文来向世界介绍西藏，以及向世界发出西藏人声音，我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研究的等等这样的。第二个是向藏人社会介绍西藏的状况，因为一般西藏人他对于西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会有一些媒体报道，但媒体大部分都引用外电的，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新闻。至于这个新闻的背景，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这背后所表达的中国政府的含义，或这些东西，你还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人，一些人做研究，然后告诉西藏人。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决策部门，我们的政府了，他要做出决策的时候，需要依据很多的一些信息，他可能需要依据国际上的，或者一些国际上研究西藏或者研究跟相关部门的智库啊等等的信息。同时他也需要西藏人方面，从西藏人的观点、西藏人的角度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这些决策，那个也是要我们来提供嘛。那第3个当然就是华人世界，因为华人世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也要向华人世界介绍西藏。那这3块，西藏人、华人和世界其他的西方世界，
这三个是三个很不同的三个板块，其实不算西方世界，就英文的世界吧，是个很不同的板块，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当我们向他们介绍西藏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做出不同的不说诠释吧，做出不同的方式的说明。所以说是面向这三个的这样一个本来的初衷也是这样，现在我们也在做的其实也是这样吧。好的，那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作为藏人行政中央智库，你们的工作任务以及组成是否与其他国家政府的智库相同呢？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是因为我们的智库主要是了解西藏境内，我们国家的智库，其他国家可能研究他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如果按照国家，我们要研究流亡社会会怎么样啊？因为我们的基本盘是在流亡社会，但我们不是这个，我们的智库面向的是一个是西藏境内，一个是中国政府，一个是中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周边世界各国，所以说我们的研究的目标是这些，而且它的目标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说它就是为西藏服务，看看西藏在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西藏有哪些方面需要去应对的危机，或者说可能潜在的一些危机，或者一些潜在的机会，以及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做什么样的一个拿捏，或者说是你要去做什么，该去做什么，未来哪些东西要防范，哪些东西要小心等等。像在这些方面，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向政府提供这些方面的信息，这个可能是一样，但是我们研究的时候都是面向中国，所以可能更像世界其他各国中间研究中国的一些研究机构。那因为近几年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严密管控信息流通，加上逃往印度的藏人也减少，这对你们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影响还是有了，因为管控，所以你信息的渠道不是很畅通。但因为我们不是媒体，因为媒体的话，你每天都要报道那些新闻。那我们是研究机构，研究机构你就要看长远的，它的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是哪里？它的现在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它是怎么说的，是怎么做的？这中间有哪些因果的连接？哪些地方是说的是说给外人听，做的是他是自己去做？类似这些事情的话，它不像媒体，它每天都要报道，我们没有这些方面的压力，我们必须要做长远的，具体的要看那个现象背后的本质，它究竟他说的是这样，但是他做的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政策的动机是什么？政策的背景是什么？他制定这样一个政策，他想达到什么目的，或他长远的目的，或者是临时的目的等等，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样的信息，当然有很多人来这样人员的流动的话，你就会掌握的比较多，可能比较清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毕竟这是一个非常网络开放的世界，蛛丝马迹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有时候反而更能够发挥研究人员的他自己的一些能力，去挖出一些潜在的，或者说这些，因为中国极力掩盖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挖掘很多，所以它不是新闻，它是研究，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利的，但是也有一些很利的，因为当人员往来太多的时候，你会收到很多信息，但是你可能很难去分辨哪个是对你有用的，哪个是垃圾信息，哪个是欺骗你的信息，哪个是真的信息，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厘清。而现在呢，因为中国把所有的东西砍断了，所以说你得到的信息不是他喂给你的，也不是准确性很高，对吧？对，就是它的含金量应该算可能比较高，或者说研究者可以从那里面也许有机会可以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了，总之会有影响，也会有一些不说有利了，研究人员在一些领域他可能有更多发挥的机会吧，大概是这样。那我们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藏中对话能否重启。您认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在推动藏中对话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应该说是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是推动中间道路，
那我们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责任是告诉或者说向我们的领导来提供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接近实际的一些信息，这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些信息是不是我们不会选择说这个对中间道路有帮助，所以我们提供；这个对中间道路没有帮助，我们不会做这些选择。我们只是说研究真相是什么，研究事情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的提供。只有要做什么样的取舍和选择，那是决策部门、政府和决策部门的责任。我们是尽可能的去挖掘真相，然后向决策部门来提供尽可能让他们的决策尽可能的接近正确的或比较优质决策的这样一个基础或者信息嘛。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当然另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是提供一些信息，我们还有一个是跟华人的一些事务。那在这些事务方面，当然我们就会尽可能的去推动中间道路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解释诠释，但是这种解释和诠释它就比较接近一些学术啊，或者是比较高的层面，希望能够做更高层面的一些阐述或解释。那这些方面我们会尽力，因为我们是西藏联邦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联邦政府或议会制定的政策也是我们要推行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去推动，但不是说会在这方面有什么作用，而是那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推动者。那这个主要针对的是，我认为是华人。好的。那你认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创立到目前为止，主要取得的成果有什么？现在看起来相当不错，特别是从2014年做改变以后，因为2014年之前，我其实也在那时候任职过。那个时候的政策主要是提供一些信息，所以等于是它是搜集信息，以这个为主，然后再对这个信息做出一些研究、判断，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是围绕着信息，而不是对一个专门的课题做研究。当然是有了，比如说人口问题啊，环境问题，特别是人口的迁徙啊。还有西藏人的死亡率啊等等类似这些会做一些研究，但是研究不是部门的主要的，而最主要的是还是把它设定成是定位为是收集信息、了解真相，然后想上报告的这样一个角色。那现在的定位是完全没有收集信息的这样一块，它就是去研究。你收集信息就包含在研究里面。你现在去研究，为了研究你去收集信息，而不是见到信息就收集。它只收集你跟你自己研究相关的信息。在那以前的信息是不分任何的差别，只要有信息我们都会收集。那现在，比如我研究环境的，我就只会收集跟我相关的，跟研究环境，比如我是研究环境，我跟环境有关的信息，只有我自己去收集，我自己去消化，我自己去应用。但它不一定是一定要往上报告，所以说很不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比方说我们会参加很多的国际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会我们的研究人员会拿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像在国际会议上做宣读啊，或者是报告。然后我们也会参加很多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大学啊，或那些的一些交流。然后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以前我们只是看新闻里面怎么报道，我们就会现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的研究的结论或者研究的东西都会在比如说不管 BBC 也好 CNN 或者是印度的很多的媒体，他们都会有报道。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看新闻，我们现在是在解释新闻，我们在制造新闻，我们告诉别人西藏人是怎么想的，类似这些都有去做。然后我们也会出版比如说刊物杂志书籍，然后我们也会提出每年一个报告，总的情势的这样一个报告。那这些都是一般智库会做的，当然我们的着重点可能不是一样，但是我们都会去做。然后比如说我们以前都是跟媒体交流比较多，那现在我们也会跟比如说印度加纳或者是曼罗或者说德里有很多的研究机构也会跟我们有合作和交流的这样一个常态性的互动关系。那这些关系
在以前是不可想象，因为以前我们只是收集信息，那现在我们研究，所以别人也想了解西藏人的想法、西藏人的角度、西藏人的文化中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的看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看法？那这些事情就由我们去交流，然后我们也会做很多，比如说我们在培养流亡藏人的下一代人，我们就会举办很多的研讨会，我们会请年轻的藏人学者去，比如说我们过几天要开一个西藏的历史的研讨会，在那之前我们也会开过喜马拉雅地区藏传佛教的这样一个传播未来发展趋势过去这样的一个研讨会，然后我们也会开一些藏人的年轻人对这个学者的历史或者现实的研讨会，你写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要写出论文，所以我们这样去培养，所以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像您刚才说的这样的研讨会是，只是在藏人的区域里面，或者是有外国人参加？各种都有。对藏人来说，我们是着重的是年轻人，比如说，过几天下一周要召开的西藏历史，那个都是学者，都是各个瓦尔纳西萨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或者平常研究历史的学者，那他们就会对一些历史提出看法。这是第一次有关西藏历史的研讨会，这是第一次。那它既然是第一次，我们以后会慢慢召开。那未来我们就会慢慢的随着机制和那些成熟，我们就会邀请国际上的一些研究西藏的历史的人去，然后用我们自己的主张来解释我们西藏的历史。在这些方面，因为我们西藏很多的历史，可能不是西方人，哪怕他支持我们的人，他们说能够真正能够理解的，比如说共识关系啊，等等等等的很多东西，那西藏人就要去做一些发挥。我们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像有些会议呢，它是为了年轻人，就是为了培养他们，所以他们写什么都可以。那有些会议，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会议是专门邀请的都是印度人，印度的大学生，然后我们请跟他们的解释就是，其实研究的是在他们的心目中西藏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有西藏的年轻人告诉他们西藏是怎么回事，然后互相做交流。我们希望能够在印度的各个大学的年轻人中间，让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对西藏有一定的认知，也许他们未来会进入研究部门，那他可能就会选择以西藏作为研究的目标等等。那另外有一些是我们是邀请印度的，我们主要是邀请印度的一些学者，那他们就是学者。那以前他们也会有很多西藏的一些会议啊或者研讨会，那里面没有西藏人参与，都是印度人在那上说，那他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牢骚啊，或者觉得他们不能理解的。那现在我们西藏人会参与进去，对他们的牢骚和他们的一些，我们就会做出解释。那对于一些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会做我们自己的解释和坚守我们自己的一些立场，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利益，为什么是我们的利益等等等等，这些都会有一些西藏人方面的一些说法。那比如说，另外有些来是我们要看情况，比如说，大概一个多月前或2个月前吗？忘了，我们召开了一个有关昆努的一个会议。那个时候是因为昆努的一个国王他去世，但是他去世，他不是印度，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在历史上昆努的国王他们的祖先曾经跟西藏有过关系，他们曾经有过一些约定啊、签约啊等等。那么从这个也可以凸显西藏和昆努以及喜马拉雅地区，其实就是阿里地区的一些历史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独立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说，而同时也让现代西藏藏传佛教的整个喜马拉雅地区100万人口的这些跟西藏的关系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拉近或亲切感。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些研讨会去安排，从学术从研究的角度去拉近跟我们本来属于同一个祖先同一个文化同一个信仰传承下来的人的彼此之间的友好的甚至亲切的这样一个关系。对啊，类似这些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好的，那么在您看来，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未来有什么需要发展的地方呢？需要发展的很多，特别是我觉得现在来看，中文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些中文部一些历史研究的，还有一个政策研究，类似这样的一些里面一些粗略的分工，还有一个研究环保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正在欧洲参加国际的那个气候大会，参加完以后又被一些大学邀请去演讲，所以他们去很多个大学去演讲啊，或者介绍西藏对环保，因为整个喜马拉雅地区，或者整个亚洲的大部分人口都要靠喜马拉雅地区和西藏的水资源生活，所以大家还是很关心环保，而这个也是我们西藏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好的一个成就。那在其他的一些领域里面来讲，我们认为最差的，或者说我们还可以做，我们做了很多，但是还是可以做更多的，就是中文的领域。那在这个方面，我们未来会加强。我们新的部长已经就任，那么那部长对这个方面也非常的关心，几次都提到这个方面怎么样去强化、去加强的问题。所以说，未来我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强化中文的这一块。中文的这一块对。好的，那么在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或者是向境内外的藏人说的吗？没有了，谢谢。好的，今天我们的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OK， 谢谢。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收听收看，再见。